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，这美国总统拜登因翁仔某17日暗时离开德拉瓦州竞选总部时阵，这车队说服一台轿车浪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另外，也当咧造势前总统川，伊是讲到非法移民会污染国家宪法，那做伊来当选会进行美国有史以来上届大规模的遣返行动。一声真大声传来，美国总统拜登真惊吓，随后赶紧上前护送伊上车。美当时间17暗8点左右，拜登甲夫人吉尔伫德拉瓦州竞选总部拄甲团队食完暗顿，准备坐车离开。想要到这行出建筑物，要回答媒体提问。总统车队中一台 SUV 倒互另外一台汽车弄到，维安团队随驾请上前将肇事车辆围起来。只看到肇事金白色车辆车头有明显损伤，非个驾驶无傻傻乖乖行去双手接受盘查。这件事故并无造成任何警官伤亡。目前特勤局也未对事故细节加做说明。拜登的行程无受影响，安全登去大所在。拜登当咧寻求明年大选连任，不过皮尤民调顶礼拜上新报告显示，伊伫且摇摆州的支持度拢输予潜在对手前总统川普。民众普遍对拜登处理经济甲移民问题无信心。那川普是伫拜六为伫新罕布夏州的造势活动，过一摆表示，若当选会限制合法移民人数，也个讲出争议言论。They're poisoning the blood of our country. That's what they've done. They poison. When I'm re-elected, we will begin, and we have no choice,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operation. 今年9月，美国边境非法移民捌达到26万人，创下新高。迄当时，川普都已经讲过，类似的贿赂污染言论引起真侪组的反弹。拜登政府最近是为了争取对乌克兰甲以色列进一步的军援，同意甲共和党就移民等多项议题进行协商，无排除将严审查庇护申请。公司新闻neuan编译。